警方話最高峰嘅時候有85000人。未到夜晚7點半，維園6個球場已經全部爆滿。咁到咗8點鐘，維園草地亦都坐滿人。警方更加一度封閉一段告示打道。咁至於維園另一邊興發街入口，喺晚會開始1個鐘頭之後，仍然有大批市民排隊入場。晚會原定夜晚8點鐘開始，咁由於大會話要等候市民入場，延遲大約20分鐘開始。經歷過6·4事件嘅人士，親身或者係透過片段表達對8·9民運嘅睇法。我作為一個6·4的幸存者，作為一個在那場屠殺中活下來的一個人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你們。當我到這裡看到這一片燭光的時候，我真的心靈太震撼了，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。其實說什麼都是多餘的。因為你們的行動，因為你們的到來已經說明了一切，你們沒有忘記23年前的今天。不管政治風雲如何變幻，23年如一日，年年如此。維園的燭光溫暖了我們天安母親的心，勿忘6·4，平反6·4。已經成為大多數香港同胞的共識。面對這樣強大的專制力量，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？那麼我想各位23年來的堅持就給出了一個簡單的答案，就是堅持去做這種回憶的事情。參加晚會嘅市民都有一個願望。民主運動咧，我哋如果咧唔爭取咧，係嗰個佢唔知道我哋係咁着重呢一樣嘢咧，係民主自由咯。嗰啲學生死得好慘啊！我諗起我都會喊嘅。我今日都喊咗3次啦。在鞠躬。可以啦，知道以前係有一件咁嘅事，所以咧中國就可以改。如果唔係就冇得改，因為我嘅年紀咧。已經係咁啦，我有一日嘅戲咧，我就即係對嗰啲後人咧講下係咁樣嘅情形，等佢哋知道。生活喺香港嘅環境，你有咁嘅機會，同埋你可以有咁自由嘅喺一個咁自由嘅地方，你就想做翻少少嘢啦，即係令到自己更加對即係本身對6·4就係有一個感覺喺度嘅，就不嬲都想。支持多啲。有殘障人士亦都出席晚會，咁雖然講唔到嘢，咁但係用電腦表達睇法。平反6·4，平反6·4。支聯會話今年晚會參加人數打破紀錄。我哋估計已經有破紀錄嘅超過18萬人入咗維園。燭光晚會夜晚大概10點鐘結束。李卓人話：有咁多人出席晚會，係因為唔少內地人同埋年輕人出席。當喺國內佢哋表達唔到平反6·4嘅訴求嘅時候，佢哋嚟到香港係表達結束一黨專政、平反6·4嘅訴求。亦都有好多年輕嘅朋友呢，佢哋係雖然冇經歷過6·4，但係佢哋有個追求自由嘅心，有一個良知嘅回應。支聯會亦都係藉住晚會籌款，希望將部分嘅捐款用嚟成立永久6·4紀念館，展示更多6·4事件同埋維權運動嘅資料。無線電視記者龍慧如報導。有喺晚會結束之後，社民連發起遊行到中聯辦向6·4亡靈致哀。好共特首，好共特首，梁振英我知，梁振英我知。大約200人響應社民連發起嘅遊行。大約凌晨12點到達中聯辦門外，佢哋擺放咗件染紅咗嘅衫，並且掛上坦克模型，表示要夜祭6·4英靈，又要求北京追究屠城責任，釋放民運人士。
遊行人士喺中聯辦外默哀，又將溪錢同花牌等掟入中聯辦。現場警方就警告遊行人士，話佢哋嘅遊行未經申請係非法集結，日後可能會被檢控。遊行人士